1953年3月7日，前苏联总书记斯大林因为动脑筋，伫俄罗斯的莫斯科过身，享受74岁。斯大林伫苏联成立后，变成苏共的总书记，执政前后有30年，伊推动计划经济，和苏联为农业社会快速转型成为重工业甲军事大国。因过伫高压统治期间，被台视也是咬死的苏联人超过250万人。 大韩民国政府为了感谢孙院长，率团祝贺全大统领的就职典礼，特别在孙院长启程前安排了隆重的军礼欢送。 1981年3月，当时行政院长孙运璇带团去到南韩参加当时大统领全斗焕的就职典礼。到7月时，孙运璇准备离开南韩，返来台湾的迄一天，当时的南韩总理蓝德佑等等的政界人士，伫当时的汉城金浦机场欢送孙运璇。